其實喺我哋日常生活中接觸到嘅一啲膏藥、藥膏，佢哋用嘅都唔係藥品嘅生產批號。大家好，今期繼續從雙輝藥水講起。上次講到雙輝藥水，佢用嘅係一個化妝品嘅批准文號。其實喺我哋日常生活中接觸到嘅一啲膏藥、藥膏，佢哋用嘅都唔係藥品嘅生產批號。我哋首先講講啲膏藥。我手頭上有兩盒，呢一盒呢係大牌子正規廠家生產嘅，佢用嘅係醫療器械嘅批准文號。呢一盒呢係細廠生產嘅，佢用嘅係一個帶健字嘅文號。正規嘅膏藥，佢好多時用嘅都係藥品嘅批准文號，或者係醫療器械嘅批准文號。而一啲打擦邊購嘅企業，佢哋最中意用嘅就係帶健字嘅文號。我喺網上邊，包括用搜索引擎或者係阿里巴巴去搜，一搜都可以搜到好多帶健字嘅膏藥。我哋再仔細去睇，佢用呢個帶健字嘅文號，其實係五花八門嘅，包括有健準字、健斷標證字、健用證字等等。點解呢啲健字號嘅膏藥佢哋嘅文號會咁混亂呢？首先一個，呢啲膏藥其實係屬於保健用品，對於保健用品係冇一個明確嘅監管部門嘅，亦都冇一個部門會為呢啲產品去發一個許可證，所以佢呢個所謂嘅生產批號，往往都係當地嘅保健用品協會自己制定出嚟嘅。基本上就係個文號佢想點編都得，所以就造成而家先唔同嘅省份、唔同嘅地區編出嚟嘅證號係五花八門。但總嘅一個，佢哋啲證其實都係一啲私人企業之間自己編出嚟嘅，係冇法律效力嘅。但係佢編到好似一個正式嘅批准文號咁，印喺個產品上面呢，就可能涉及到虛假宣傳。因為根據販不正當法第9條，經營者不得對其商品嘅性能、功能、質量等作虛假或者引人誤解嘅商業宣傳。呢啲膏藥好明顯就可能會引起消費者嘅誤解嘅。然後我哋就睇睇藥膏方面，正規嘅藥膏因為佢係屬於藥，所以佢嘅批准文號都係國藥準字號，就好似呢種。而唔正規嘅主要用嘅就係消字號啦。消字號生產嘅就係消毒產品，佢哋所起嘅作用主要就係抑菌殺菌。佢哋同藥品比係有好大嘅區別嘅，佢哋唔能夠宣傳任何嘅治療效果，最多只能夠話佢哋對某啲細菌有抑制作用。另一個生產呢啲消毒產品嘅門檻亦都低好多，衛健部門審批一個消毒產品嘅費用只係2000蚊左右，但係如果佢係一個藥品有認證註冊到現場核審，成個流程落晒嚟，個費用可能係幾百萬甚至2000萬。所以好多細廠就唔想嘥咁多錢，於是佢哋就生產呢啲消字號嘅藥膏嚟到賺取一啲藥品嘅利潤。而且喺日常對呢啲消字號產品嘅抽檢裏邊，主要抽檢嘅係佢有冇抑菌嘅作用，好少係抽檢佢有冇添加其他物質嘅。所以喺2017年，北京上去抽檢呢啲消字號嘅產品，佢哋嘅合格率竟然達到99%，呢個係非常之唔合理嘅。我喺網上用搜索引擎搜索呢啲消字號藥膏嘅圖片，同埋喺阿里巴巴搜索呢啲消字號藥膏，都一搜就一大片。而且佢同嗰啲健字號嘅膏藥都有一個共通點，就好中意用中藥、妙藥、壯藥呢度做噱頭嘅。另一個喺上面搜到嘅呢啲信息裏邊，好多其實都係一啲廠家發出嚟嘅。佢哋呢啲廠家就專門幫人做呢類產品嘅 OEM， 所以證明呢啲產品嘅市場其實都非常之大。但正因為佢哋產量非常之大，佢哋造成嘅影響亦都非常之壞。佢嘅影響主要有兩方面，第一個就呢啲產品有一部分出口到國外嘅，結果就因為佢呢啲產品係標住中藥嘅外衣，結果就造成外國人對中藥有一個非常之唔好嘅印象。就好似喺2021年，丹麥有2個醫生發現一個14歲嘅小朋友，佢因為用一種消字號嘅藥膏用咗9個月，結果造成咗一啲屁蚊。咩位置屁蚊呢？如果大家做好心理建設嘅話，可以點入去以下一啲鏈接睇睇。然後呢2個醫生將呢個藥膏攞去送檢，發現呢個藥裏邊有2種抗真菌嘅藥，同埋1種激素。佢哋喺好驚奇嘅同時，亦都發咗一篇論文喺《柳葉刀》上面。結果就令到呢啲消字號嘅藥膏更加揚名海外。第二個唔好嘅影響就係呢啲消字號嘅藥膏同埋呢啲健字號嘅膏藥，佢哋往往都係添加咗一啲激素、抗生素，甚至係一啲有害嘅物質嘅。所以有啲人用咗之後，唔單止會產生我啱啱講嗰種屁蚊，嚴重嘅可能會危及健康甚至生命嘅。喺柳底市就曾經有一個患者，因為用一種消字號嘅藥膏，而呢種藥膏裏邊含有砷化物，佢用呢種消字號嘅藥膏用咗一段時間之後，又砷中毒，結果就救唔翻啦。所以呢啲消字號嘅藥膏同埋健字號嘅膏藥，確實係有不少嘅危害。希望以後嘅法律法規會進一步健全，去取締呢啲灰色地帶嘅產品。
最後再回應下個雙飛印藥水。雖然法國嘅雙飛印藥水依家可以喺中國賣，叫做利嘉薄荷水，但係佢亦都只不過係作為一個化妝品喺度銷售。假如你想買一啲係藥品級嘅同類產品嘅話，其實都有選擇嘅。就好似呢個係一個外國嘅華僑喺中國投資嘅一間企業嚟嘅，我由細到大一直都有用，佢嘅效果同雙飛印其實係差唔多嘅，大家可以買嚟試試。我聲明呢個絕對唔係廣告嚟嘅。好，今期視頻做到呢度，再見。